喂，各位村民，大家平安。伊拉等下我马普拉，布拉有注意报告。Cuma gua kirimu aja kamu ku ribata gidanga. Susah kali azwa YouTube. Sa ikan jia za kamu ku.布拉有。那，你舅妈给比对？你做啊？那我要问他那个文手的事情。啊，我这爸爸不掉了了，记得过。喂，妈呀，那我们先转场。啊，喂1、2、3。对不对嘛？不，很多人以为排湾族有刺青这个文化，文手，大家记得那个叫文手 ，Giveting。都是看到我们邀请到了乌嘎嘎的比对阿达伊纳伊马莱斯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家族文手的规定。来介绍自己。阿关丹的比对，跟我是表妈，是表妈们的马来西亚人。完美吗？什么人都可以文手吗？还是有男生、女生、老人家，还是年龄有限制这样？年轻的少女。Nu di malunta tapurok sakat kerua cabil maka yang akib cik。还没来月经的时候，其实就要做这个动作了。这个是有关系到女孩子的结婚的那个聘礼，kina babayana。所以以前的人不是很早婚吗？因为她月经以后就准备要结婚，就要开始从她的文手知道她的身价多少啊。等于说女生的文手其实是的身份位阶的象征，所以要在那个出京哦。对，出京前就吃了，就吃了，因为你出京来了以后，你就结婚就可以结婚了嘛。对。那男生可以吻吗？Kina sabar-sabar deh。哦，身体这边。呀，胸啊。那看到有这个嘛都应该是说一个kina呀，你嘛就在部落它有那个贡献吗？那个叫做司机嘛。公鸡。公鸡部分。啊，那么做。爱出麻烦那kina batasan，爱不舍得闻。哦，那这个呢？马杜巴纳。爱出那kisang warna pana。啊，你说这个是什么？猎那个猎场。爱出kakalupan，那个传统领域打猎的范围。啊，这种呢，长得很像那个毛的。爱出麻烦那rokakuli sayam taizu，nuita我们的传统经文。我们的第一个女生啊，爸爸样的瓦嘎盖，阿加尼曼的手上的宠物就是2头蛇，所以罗卡古里萨亚们带走。这个呢我知道，早知道。就是我的就是夫妇这一代有门当户对，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也是头对头，可是因为我的爸妈不是，所以是分开的。这是我身份，其中一个身份是有门当户对，所以才有头对头。那手背上面这个图案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是不是？补出来一点，台湾族。吹马加里妈妈。你主要勾在下面这样子。就大家kakelayan那一点大做。Aja tima就加了bulu-bulungan nama cidil, warna makaya kibsik daja kakelayan。以前人家不是说要拍刺，还是会这样子？我是那个我自己花钱去请人家帮我刺青。你说刺青师傅那种？我是白狼帮我刺的，因为你知道吗？把姜啊很超贵的。为了接这个图案，可是又经济上的考量。对。那刚拔掉，白鼠这里说白鼠，所以你只好请那个刺青师。那会不会很多人去乱刺？会担心吗？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们在排湾族同盟都已经吵得很凶了，更何况是这种也是身份的代表的东西。所以如果有年轻人觉得说你也很想要有文手的这种感觉的话，不要吃一些有特定含义规矩的图案这样子。如果是要走创意的话是可以的，像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有图案嘛，你可以在这里吃一个 Hello Kitty。你跟他们不懂会比较麻烦，可是1个小时2只手，很快速。还有一个原因是终身不涉。过去老人家为什么要戴手套？就是因为晒太阳跟碰水容易让那个颜色淡掉。接受操办。
cepat tidur je. 因为文手这个事情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李队还有一个很资深的，然后记忆很清楚的夫妇，可以跟我们分享关于文手这个故事。阿你们把说 Atu sa uli mainan dekan ku beci kayo. Kan kuci. Aku aja aku kan beci. Mak dia ripo. Ijo itu tak dah mua kalau cek nama majangi lot. 确定呢？Jauh. 巴古里古里都。 Pak kulit 他的 tu. 乌布很多，真的骄傲。 Kuli taken. 如果夫妇的位阶是在很上面的话，那他的那个文手的图案跟比对的差别会是什么？ Ama hika makti malian na nakibcik hun. Oi. Itu. Garavis。 Oi karabis. 夫妇说，如果是他的话，手腕这边可以有这样的图案，这样，在这个位置这里，看到这个图案的话，表示说，她这个女孩子是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哦。Ubusan, mama jangin. Ina. No kinalan mapida nakibcik tayo. Ini kau mati dah ki warna mama jangi lama ni. 如果你看到了，好像到处都很容易有这个勾勾的话， Oi. 你就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社会在走嘛，所以这个规定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呢，就像夫妇说的，但是怎样在他们那个年代，一整个部落里面只有一个传统领袖。 Luar nak keliran dia juga, aja makan cetika ngajuma, mama. Selain hun takibcik ay cuma kahubu buat beri-beri. Aku kau nak sulengat ya kau dah nak cari sih. Saktu lah. Tako saktu. Rumah dia Sabtu, tinggal dia madu kicip, dia madu. Aku jalan nak mitena aku dah nak cari sih. 真的很痛，但是他很支持， Oi. 他很喜欢看到他有那 Tahu 个， makabul. 不然怎么当原住民？对是吗？这个意思吧，对不对？对阿姑那嘎达底下嘛， Oi, ni kinakakuda na yan. 啊，这个问题你比对都掉色了呢，你有骂他吗？ Mahukuda ba nga? 我没有保养。 Mahukuda ba nga? Aja ni pido kinipchik. Oh, aku ngomong kakak Asya mawak. Aja kurar ti pido ay kanu na may takura-kura. Rila-rila ya maklang. 可是如果你变瘦了，你的核会变小呢。我的传统领域可能会变窄。对啊。怎么办？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文手、 Kipchik. 对不起，人形纹、 Pinakuchaw-chaw. 给那乌悄悄， 双头蛇、 Rokakulis. 卢嘎古里斯， 挂钩、 Kaklayan. 嘎格莱扬， 菱形纹。 Kinabatisan. 给那瓦加上， 如今来生都做干木股，你可以怎么做？ Pakaringkiko. 阿板，我他妈的加一个。 Nupagtunak kay tua kita sususutu tayo. Mitna kacari siya raka kuda-kuda nga. Siya man na ikatiruan. Maram na baca bulu-bulu nga. Karena suliban libati.